喂，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漏。我哋最新、最獨家、最爆嘅馬圈猛料同賽後大解剖啦！今日5月17日沙田日馬11場賽事，有天王巨星嘅矚目新星登場，仲有綠葉騎師同幕後大戶完美夾擊大勝。我哋即刻入正題，同大家瘋狂起底今日馬圈熱話。第一單，天王光環失效，武林盛宴首度登場，僅得第四。今日全日嘅焦點原本毫無懸念地落喺第5場4班1200米，事關郭富城嘅愛駒武林盛宴在港首次上陣。大家睇開馬都知，佢不嬲都有初出必拼嘅光環。過去嘅武林寶典、愛的呼喚同武士精神，全部都係一出即勝。就連武林密碼初出都跑過第2，成績非冠即亞，簡直係質素保證。黃記居，好，你起步啦！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有正極，中間呢仲有巴閉精，最出呢仲有鼓浪好友啊，中檔大約第4位到啦，仲有呢隻利高八斗啊，外邊呢武林勝黑衫走埋上去啊，咁啊再外邊黑衫白帽嗰隻呢就非凡時刻啊，馬林中間淺藍衫領航多才啊，後邊個5匹馬步步合拍金創福威天外富天啊，尾子就挺秀宏利啊，暫時電流係大財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鼓浪好友佢係放嗰隻嚟噶，跟住響第2位有利高八斗啊，武林盛宴響外邊第3啊，第4位內欄就巴閉精啦，第5位嘅馬有非凡時刻啊，再後邊嘅馬正極紅眼罩內欄第6嘅，外邊6三上咗少少啊，步步合拍啊，後啲先有金創福威啊，咁啊同埋天外富天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直路鼓浪好友仲喺內欄呢一路佔先嘅，利高八斗呢就中間追緊佢，外邊仲有武林盛宴，入邊啊巴閉精，最出嗰邊啊非凡時刻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鼓浪好友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利高八斗中間，外邊巴閉精上緊嚟，最後100米中間利高八斗，外邊巴閉精，入邊鼓浪好友接近終點，第1名巴閉精贏啊，第2名利高八斗，第本身方嘉柏今日擺出超級強陣，全日9匹戰馬全部交晒俾主帥莫雷拉操刀，擺明去馬想借住武林盛宴大舉進攻。點知今日沙圈竟然唔見郭天王嘅身影，得返經理人單刀赴會督師。小美喺沙圈同方嘉柏、雷神密密針完之後，最後隻馬只係跑得一直第4。未能延續武林係初出非贏即位嘅神話。呢個賽果一出，有網民一針見血咁指出，程程今日冇落嚟拉頭馬，幕後根本一早心中有數，隻馬狀態未夠100%啦。下次見到程程入場先好買啊！我自己睇返隻馬嘅走勢，其實前中段跟得幾好，但直路衝刺嗰陣明顯見到仲有啲生。未完全展現出應有嘅銳利度，方嘉柏今次可能真係當熱身，俾隻馬熟習下競賽環境。第2單雷神跌落神壇，騎師王連輸2期，不得不提今日真係令好多捧場客輸到爆粗嘅主角莫雷拉。頭先講過方嘉柏今日俾足9隻機會馬雷神，好多馬迷以為佢今日會大開殺戒。點知換嚟嘅係連環災難。雷神今日全日表現極度低迷，大熱騎師王居然只係得可憐嘅4分，連續2期賽事大熱騎師王都輸死人，網民瘋狂洗版。雷神近排搞乜？成日發白日夢漏閘，完全唔似大師傅水準，連輸2期騎師王得4分，方嘉柏啲馬俾佢騎到跑散晒。其實客觀啲睇，雷神近期嘅起步反應的確比以往遲鈍咗。不過作為頂級大師傅，連續交出咁差嘅成績表，難怪馬迷會鼓噪。睇嚟雷神真係要好好調整下心態，如果唔係，大熱門隨時變咗地獄伏馬。第3單10磅妹袁幸堯放頭起孖，落飛檔完美截擊。有人愁自然有人歡喜，
今日最叻仔或者應該話最叻女嘅，一定係見習騎師10磅妹袁幸堯同埋練馬師羅富全。全哥今日同小妹夾手夾腳成功起貓，當中嘅代表作一定係自動自覺。自動自覺今季喺4班真係非常活躍，早前喺谷草同沙田已經贏過，前仗走外碟大敗洗咗一洗底，今場換上袁幸堯減10磅出擊。暫時係2，準備。好，你開閘嘅時候，哥倫布響後邊尾二嗰隻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㗎嘛，自動自覺啦。藍衫啊8000好運啦，內欄位置龍澤飛駒走埋上嚟，第3黃帽仲有巴閉哥啊，第5位嘅馬呢就海王嚟㗎。落個零身位第6位先見到紅衫紅帽萬事勝利，內欄白衫實力加，響外邊紅衫嗰匹呢就係皇帝英豪啊。後呢個扎馬啦，咁啊見到呢隻呢就哥倫布，大約尾6嘅紅黑直間衫啊。咁啊後多層啊嘛，韋少寶啦，出邊力勝啦，美斯魚啦，尾依位置海鑽石暫時殿後超至多寶嚟嘅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自動自覺埋位啦，咁啊擺咗喺前面放啊，跟住喺第2位嘅嘛8000好運啊，埋邊第3嘅龍澤飛駒啊，第4位咁啊入邊紫色衫啊。海王啦，外邊黃衫啊，仲有巴閉哥，後多層內欄白衫等位，仲有實力噶，中檔萬事勝利啊，外邊啊皇帝英豪啊，再後邊紅黑直間衫，大約尾4、5度啦，就哥倫布嚟噶，掟出去外邊追噶嘛，有力勝同埋超至多寶啊。好啦，最後直路自動自覺，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見到埋邊位置係龍澤飛駒啦，中間呢仲有8000好運啦，馬林裏邊啊紅黑直間衫有哥倫布，外邊萬事勝利，出邊力勝皇帝英豪啊，最後100零米自動自覺，仲有個零馬位優勢，內欄傳上嚟噶嘛，有實力加，中間8000好運啊，咁啊中檔位置仲有龍澤飛駒，接近終點自動自覺一放到底啊，跑第2名實力加。順利幫馬匹攞到季內第3場頭馬，而且今場仲有一個極度值得關注嘅現象，就係洛飛黨大豐收，臨場賠率急跌嘅3隻洛飛馬、自動自覺、實力加同百軒好運，居然順序包辦咗前3名。完美夾擊大眾熱門，後練馬師羅富全笑到見牙唔見眼，仲爆咗個有趣嘅數據，隻馬之前由英國猛將杜遠恩騎贏過，今次換袁幸堯又贏，全哥直指隻馬同女騎師相當夾，網民都大讚小妹袁幸堯放頭真係有一手，9檔都切到入去，完全冇甩碌。洛飛黨今日真係讚到笑，眼光準到癲。好啦，今日呢個馬圈馬料整合就講到呢度，覺得今日呢個分析夠晒立體，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意見，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。馬迷朋友，祝大家下期大豐收，我哋下次見。